好，唔該你。好。我而家俾人哋話啦， Anna 話啦，我一成班人都黑我一個啊，第一班都黑我一個女人啊！我通知咗我哋電台㗎啦，我通知我999㗎啦，放心啊！我打3唔到咧，使咩你打？我都通知咗啦。快啲嚟啦！來走啊！你哋見到香港警察，如果帶你見下香港警察，啲古仔嚟㗎啦，真係㗎嘛！你帶你見下香港警察啊嘛，過嚟啊！係啊，好啦，免費車你翻去啦，一陣間。有問題，先生你知道話你佢都有啊嘛，你知唔知啊？你間屋完未啊？嗱，小姐，我對你有香港警察啊！我對你好規矩啊，小姐。你落去啊！警察佢咁打人係啊！俾人打，俾成班人打我啊！老實有限啦，咁個當人鬧你。我都覺得幾好。唉，我哋全部做證人啊，唔使擔心啊！可能係黐線㗎，警察得咁打啊？點係？